預備咗個稿喎。點解咧？因為我太太同我講，你都有啲 aging symptom 啊，你咁長氣咁，你不如預備下啦，咪即係佢有你講冇人講㗎啦咁樣，咁所以我都聽明啦，係嘛？即係預備咗個稿。咁所以咧一陣間咧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唔可以即場發揮啊，咁即係唔可以喺度唱戲咁，即係唱唔到戲。我啲輩子都係唱唔到戲。咁或者咁講啦嚇，即係我就係跟住呢度咁樣，跟住我自己預備嘅講啦，即係唔好講晒事，要大家改講。咁呢本小書嘅出版咧，要感謝好多人啦。首先要感謝下人先啦。咁咧就係當然係3年嘅策劃編輯啊，梁偉基博士啦，佢今日啱啱我聽話佢有啲事唔得啦咁樣，咁我非常之感謝佢，因為佢構思咗呢一本一個歷史學者嘅一個傳記訪談系列，咁佢又會邀請我咧係為呢個系列咧就係出一本書啦咁樣。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個栗子蛋糕咧就永遠唔會出爐㗎。咁另外咧就要感謝3年嘅 Sherry 啦 ，Sherry 喺嗰度。咁佢話呢本書咧就唔收錄嚟啦，肯定。咁咧就係如果唔係咧就冇咁靚嘅蛋糕出嚟㗎。有蛋糕，嗰個蛋糕冇人敢食嘅。咁咧就亦都要感謝啦，就係張曉宇啦，即係佢喺呢個教研2項疲於奔命嘅日子都抽出咁多寶貴時間咧，係整理嗰啲訪談，亦都寫咗篇好精彩嘅後記。咁咧我睇完個後記我都好感動，咁所以變咗係一定要多謝。咁另外好多朋友咧就陪同睇過呢本書嘅都要提供咗好多嘅寶貴嘅意見啦。咁咧就係中大出版社嘅金期社長啦。咁另外咧就係奧菲張女士啦，嶺南嘅教授同知名嘅女作家黃學女士啦。咁張曉宇教授夫人嘅 Nikki 大家喺嗰度去。咁女士啦。咁另外一位都係正常咧就不過就喺澳門大學嘅 Doctor Chris 啦。咁等等，咁都講唔晒咁多名啦。咁都係要還真啲多謝佢哋提供好多嘢。咁作為呢本書嘅作者咧，咁我喺好簡短，我希望好簡短啦，好簡短嘅發言裏頭咧，就即係希望講一下咧，就係編撰呢一本書咧係有咩出發點，同埋有3個貫通全書嘅信念。同時咧，亦都希望講一下咧，我期望呢一本書對讀者產生嘅3點作用。咁本書咧就總有3篇嘅，上篇叫做詩趣錄，趣味嘅趣咯。咁講咗我人生係一個35年裏頭發生嘅3個有趣味嘅小故事。咁啲主題咧都係講緣分嘅。咁分別咧就係中史、中國歷史，中史緣。第2個咧就係音樂緣。第3個咧就係愛情緣。咁咧就係即係我哋叫有啲熟晒啦。咁咧最中篇咧就叫做詩齊錄。咁搜集咗我大概呢幾廿年嚟咧，發表咗呢啲文字。咁主要咧都係為我嘅老師寫嘅序言啦，或者係為自己有份著作嘅書籍咧係寫一啲序跋啊，或者係如水之類嘅嘢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喺唔同場合做演講嗰啲講詞。咁之外，亦都包括咗奧菲利張女士啦，幫我做過一個70歲退官嘅時候咧嗰個訪談，即係退休啦，真係做官㗎，喺澳門做副校長係官嚟嘅，官員嚟嘅，我做政治嘅做官員嚟。咁9篇文章裏頭咧，分別係分享咧我喺人生第2個35年裏頭從事教育同埋歷史學研究嘅各種故事同埋反思。編入呢啲故事咧，目的唔係向後看，講我過去發生咗咩事，做咗咩事，而係希望講一下受到唔同師友嘅啟發理想、夢想。咁希望咧係見賢思齊，向前看，咁鼓勵自己喺人生第3個35年咧，可以做啲咩嘢咧？
敦促自己有足夠嘅勇氣去開拓新領域，追求新知識，努力做一個更好嘅人，勉勵自己喺作為人生決勝階段、決勝關鍵嘅第3到30年，為己為人更加努力去創造更多幸福同埋價值。咁下邊咧就答客問，嗰個客即係我嚟㗎嘛，張教授。咁係其實兩個係，咁係我同張教授咧係對談嘅時候咧，受到佢嘅啟發所產生嘅一啲初步嘅回應。編撰呢本書嘅出發點，唔係為咗要總結我自己嘅史學成果，唔係要爭論歷史嘅觀點，亦都唔係要為歷史教育工作者打氣。唔使啦，唔使我打氣，好多氣，唔使我打氣。編撰呢本書嘅出發點，係希望借住我個人喺人生唔同階段嘅各種故事，分享3個可能適用於所有讀者嘅信念。咁第一位我分享嘅信念係咩嘢咧？係古今中外，人性有好嘅一面，同時有壞嘅一面。每個人都係一樣，但係我哋都一樣可以追求更多嘅善，更少嘅惡。第二個信念係古今中外，人生無常，有時悲歡盛衰，就好似唔聽我哋指揮咁樣。咁呢一點咧，每個人都係一樣，但係我哋亦都一樣可以事在人為，無愧於心，最終決定到自己嘅命運。第3個信念係古今中外，每一個人都可以決定要為己為人創造幾多嘅幸福同埋價值。呢一啲係每一個人都擁有嘅決定權。決定需要勇氣，創造係需要堅毅。不過每一個人佢最終決定創造出嚟嘅價值，都可以超越時空與個人嘅局限，喺更長嘅時間之內，為更多嘅人累積更大嘅幸福。咁透過分享以上3個信念，我希望至少對1位以上嘅讀者產生以下3種反應之一。咁如果成功嘅話咧，咁我編呢本書嘅目的咧，就可以話如願以償，稱心滿意。咁至於呢本書最終有幾多讀者咧，當然係越多越好啦。但係如果連1位讀者對呢本書產生以下3種反應之一都冇，咁就算有1萬位讀者睇過呢本書，對我嚟講都唔係好值得高興嘅。咁呢3種反應係乜嘢啊？第一個反應就係喺逆境嘅時候有更大嘅勇氣同埋希望。第二個反應係喺順境嘅時候有更多嘅反省同埋包容。第3個反應係對周邊嘅人，不論係敵係友，都可以更加尊重同埋感激。期待讀者有乜嘢反應，係每位讀者嘅，係每位作者嘅權利，即係我嘅權利喎。咁如果你係作者，你都有呢個權利。但係文字一旦發表，就變成咗作者無法再控制嘅文本。點樣解讀文本，點樣作出反應，都變成係讀者嘅權利。作者咧係唔可以再作出決定。咁所以作為呢本書嘅作者，我只能夠分享我自己嘅出發點、我嘅信念同埋我嘅期待。當然咧，到底每個讀者讀咗呢本書之後，究竟會有咩感想同埋反應咧？咁啊，一定係我十分渴望知道嘅事啦。咁而今晚咧就係我第一次有機會同讀者可以對到話，咁所以咧你就可以想象咧，我而家幾興奮，是唔是好興奮？好啦，咁我今日咧簡短嘅發言咧就到此為止。咁喺結束發言之前咧，我要
向今日3位出席嘅嘉賓講者啦，志文啦、謝意啦嚇。咁我馬上可以公認到咧你哋嘅發言啊、分享嘅。咁跟住亦都可以咧，同埋佢哋咧，同各位在座嘅讀者咧係可以好地交流同埋對話。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個好愉快、好有啟發性嘅晚上。多謝大家。根據北華時代咁就各位好即係成行成好啊！今日我有呢個機會咧，就同各位分享我對呢本書嘅一個心得咁樣。咁就呢本書係即係非常之好睇。咁呢個並唔係一種嘅即係泛泛嘅高迷咁個即係由衷之言嘅。咁就不過咧，我可以可能即係時間嘅關係啦，就即係盡量壓縮我自己嘅發言。我只係補充一點嘅，就係之前因為之前聽過蘇生嘅一個講座咧，就問過佢一個問題，就係因為當時咧喺即係當時我相信有好多中文大學嘅同學都有呢個共同嘅經歷，就係佢哋係好多時係香港本土嘅學生，咁所以佢哋嘅母語係粵語。但係咧就中文大學嘅好多老師咧就係來自中原、來自北方地區嘅學者，例如嚴家望先生咁樣。咁我就問過蘇生咧就話：咁你當年聽唔聽得明嚴家望先生嘅呢個講話咧？咁蘇生嘅答案就話完全聽唔明。咁然後咧就即係跟住佢講嘅情況咧更加有趣，就係嚴家望先生馬上就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咧就根據蘇生嘅講座咧，嚴家望先生咧就唔知從第3堂開始咧，佢就即係自己整嗰啲油蠟紙嘅嗰啲篤士係咪？咁就油印出嚟，咁就派俾學生，然後咧就即係照住嗰啲篤士嚟讀咁樣，咁就逐步咧就令到啲同學咧就係即係呢個得到呢個知識啦。咁就嚴家望先生係即係研究唐代行政地理嘅一個著名嘅學者咁樣嚇。所以呢點上面，我覺得就係不過好似蘇生喺呢一度好似冇提到呢一點咁樣，可能你出再版書嘅時候可以考慮將呢一點寫落嚟咁樣。咁呢個係我嘅第一點嘅嗰個心得啊。第二點咧就係咧，我就留意到咧係我真係有做筆記㗎，即係呢個第34頁到35頁之間咧，就蘇生就講佢點樣認識蘇太太啦，咁就點樣追求啦，然後即係成功啦咁樣嚇。咁然後就由呢個澳洲坎培拉咧就翻嚟香港咁樣。咁就但係當時咧就有一個似乎有一個點講，有少少低谷咁樣，因為咧就即係話2間大學咧都冇呢個即係冇空缺，咁所以咧就暫時揾唔到呢個職位。咁咧就佢就跟住咧蘇生就話去咗院校做呢個行政工作咁樣。咁就逐漸咧蘇生亦都覺得都好安穩啦，因為收入亦都高咗啦咁樣。咁就後尾咧就呢個新加坡國立大學咧有一個講師嘅空缺，咁就然後咧就喺呢個喺呢一刻咧，咁就力勸蘇生去寧願減薪2成，都要呢個遠離香港去下南洋嘅人咧，原來就係蘇太太咁樣。因為咧就根據嗱呢個原文嚇，佢話咧你決定重回學術界。我們一起到新加坡從頭做起咁樣，咁就原來咧就係因為有呢一個咁樣嘅言內助嘅呢句即係舉足輕重嘅説話咧，咁就令到蘇生咧，即係我可唔可以咁樣解釋啊？即係或者咁樣詮釋就係，即係如果冇呢句説話咧，蘇生可能就翻唔到去學術界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呢一點上面咧，睇嚟咧就蘇太太嘅呢一句説話係非常之重要，即係呢個蘇生嘅學術生涯嘅一個最重要嘅呢個轉捩點之一咁樣，即係呢個係我嘅讀到嘅心得咁樣嚇。咁就我諗我基本上就講到呢度啦嚇，咁我就將時間交俾其餘2位嘅呢個語談嘉賓咁樣。多謝各位。我哋都會有唔少時間將嚟再即係個討論環節啊，或者答問都好。而家有請啊張老師。張老師，我哋分。係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張文燕，今日好高興咧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蘇教授本新書。咁其實真係好睇啊！我2日睇晒嘅，第1日咧睇到唔瞓覺啊！咁點解咧？我覺得有個機會俾我同大家分享下，我就基本上我啲碌屎好簡單，用4個非字嚟形容。第一個飛仔發奮，我識咗蘇教授咁耐，佢不嬲係一個好受尊敬、好有成就嘅學者。你可唔可以想像到佢係長髮披肩、韌腳彈吉他追女仔嗰啲人咧？係啊，我係一睇就話唔係啊嘛，你咁都寫出嚟嘅，我公關上身啊！咁佢就喺本書度我劇透少少啦，就講到咧佢喺細個嘅時候咧，小學嘅時候，可能嗰陣時咧就唔係咁專心讀書啦，轉過好幾間學校。咁去到中學咧，去銅鑼灣某一間學校嘅時候咧，嗰間學校嘅水平係比較差少少。但係命運又好奇怪喎，去到呢間學校咧，因為佢係一間比較好嘅學校嚟，突然間喺嗰間差學校做咗一個好優秀嘅學生。咁老師又好睇重佢，同學又好欣賞佢，反而就激發起佢嘅信心。咁就然後咧就開始決志想考大學。咁而考大學咧想考中大嘅哲學系，但係咧就可能因為一開始對於哲學嗰個內容唔係咁純熟，但係無意之中咧就睇到錢穆先生嘅國史大綱，跟住就轉軚立志一定要讀歷史。咁我覺得咧就好切合頭先阿蘇教授講咧，睇完你本書有咩感想？我真係覺得人生嘅轉折同埋變化，我哋自己真係未必想像到。但係命運總會喺閂咗一道門嘅時候咧，仲會開第2道門俾你。如果唔係我哋今日咧，就冇一位咁出色嘅歷史教授，可能係一位出色嘅哲學教授。呢個第一個飛字，第2個飛字咧，振翅高飛係點咧？原來佢識唱歌㗎。咁因為我自己本人咧，我自己都係學習聲樂啦，有參加合唱團嘅一啲演出。咁後尾先知道咧，阿蘇教授登台嘅經驗絕對多過我嘅。咁佢年青嘅時候咧，就係飛仔時代啦。咁除咗做飛仔，其實做飛仔一個好好嘅優點咧，就一定識唱歌追女仔。佢仲叻識得彈埋吉他，仲要好叻參加埋啲 band， 仲要好叻贏埋香港嗰啲公開賽，仲要俾人邀請佢一齊去專業嘅一啲演出。咁所以佢係香港好多嘅電台節目啊、大會堂啊演出都演出過。其實我都冇你咁好嘅演出嘅機會。然後咧去到澳洲讀書嘅時候咧，就由現代嘅流行曲轉軚去唱古典聲樂，唱 Messiah 彌賽亞合唱團啊、聖樂啊。咁既係可以認識唔同嘅文化，又可以交朋友，又可以繼續發揚佢嘅音樂嘅造詣。咁呢個係我覺得第2個意想唔到，就係當你投入一種興趣嘅時候咧，個興趣係可以帶你飛去一啲好遠嘅地方。第3個飛咧，其實頭先卜教授講咗啦，梗係比翼雙飛啦。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佢就充分咧喺呢本書度表示或者説明咗點樣係讀書讀得成功咧，係可以認識到又靚又有學問嘅太太嘅。咁詳情梗係大家自己要買本書嚟睇啦。咁但係總之係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哇！呢個點咧？兩地相隔嘅愛情故事，尤其咧就係當佢哋認識嘅時候咧，咁未有 internet 嘅，又冇得 Zoom 嘅。咁嗰陣時咧打長途電話，因為我以前都去過日本留學，打長途電話係好貴，幾蚊1分鐘嘅。咁就入嗰錢入落架機度，真係入到成袋銀仔都冇晒，好窮嘅入到。咁咧，如果要通訊嘅話，就唯有揸起支筆寫信，然後等郵差叔叔派封信佢。咁喺咁艱難嘅呢個越洋戀愛嘅經歷之後，終於咧開花結果。咁所以亦都覺得阿教授真係睇唔出咧，即係讀書咁認真，追女仔係好果斷嘅。咁第4個飛係咩咧？就係飛黃騰達啦。
因為咧佢係好認真咁工作啦，亦都喺太太嘅支持之下咧，其實佢係即係我以前都係喺大學嗰度工作，就好了解就係、你一旦入咗行政個系統做嘢，就可能跌咗入行政系統，就可能要犧牲做研究嘅光陰。但係佢咧就係、做完行政，仍然係堅持做翻學術研究。咁亦都有太太嘅支持，佢兩夫婦一齊繼續做研究。咁甚至係幾間唔同嘅大學都去揾。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又係令我感到，其實呢個世界咧，即係冇話邊一條人生嘅路咧，必然係點樣行。當你決定咗要做一樣嘢，要有身邊嘅人支持嘅話咧，其實即係你係可以去到一個你以前想像唔到嘅地方。咁所以呢幾個非字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希望陣間咧稍後嘅討論環節，我哋再一齊分享。好多謝晒大家。各位先唔可以教授，吳老師分享。當我知道 run down 咧，將我擺喺最後，如果係中間咧，俾張文賢講嘅，我知道大件事。佢一定係講我中意講嘅，因為咧我亦都係比較八卦，所以咧我好中意蘇老師本書，差唔多好過上佢堂咁滯，差唔多嘅，差唔多。好睇嘅地方就係、我覺得呢本書唔單止係讀歷史或者教歷史嘅人睇，係所有喜歡睇電影嘅人都應該睇。你以為《尋秦記》項羽嘅爸爸係香港人出位咩？呢本書話俾你聽，一個出色嘅歷史學家嘅背景係可以更加出位。我唔係想介紹蘇繼雄教授嘅呢本書，我想介紹一個比銅鑼灣陳浩林更有電影感嘅銅鑼灣京都餐廳 Billy 仔。呢個我冇認識過，直至我睇呢本書嘅 Billy 仔。頭先可能即係張宏源老師都講咗少少。佢原來喺60年後寫《有法無天》之前，其實係先無法無天。真係講唔晒咯，點樣曳法咯？唔使講啦，出貓啦，俾人踢出口啦，蘇老師唔介意而家講啊，介意都冇人法，我都講咗，直播添啊仲唔係好專心讀書啦，咁老師講嘢唔寫筆記啦，咁但係我成日都同我啲女講，男仔喺初期嘅時候咧，成長得比較慢。咁但係當無法無天過咗後，原來係變成有天。個章法點樣打係唔緊要，但係佢好努力咁往自己嗰個天去行。但係你無法有時勝有法，打下，原來佢未做一個紅嘅歷史系教授之前咧，佢喺本書入邊係將佢通單得好緊要。原來佢係 The Menace 嘅成員。The Menace 係咩意思啊？ The Menace 係60年代一個好出名嘅鑽石唱片公司下邊旗下其中最出名嘅樂隊。有叫 Big Rubber Band， 有 Teddy Robbins and the Playboys， 有 Sam Hui and Lotus， 有 Anders Nelson。今日我喺因為蘇生教我嘅，即係我有幸係蘇生喺中大，應該係最後一個博士生。我揾一手資料佢教我嘅，我今日特登揾一手資料。1970年9月23號，南華早報呢一個 Two Evenings of Pop and Folk Music， 佢就講緊嗰時蘇生入咗隊㗎啦。就係 The Menace 係同緊 Teddy Robbins and the Playboys 等等，係幫侍應過一個好重要嘅年青嘅一個 folk music 嘅派對表演。The Menace 仲有一咁緊要咧，原來邊個叫入 The Menace 咧？嗰人叫陳任。佢喺本書入邊咧就係寫 Joe Chan， 我以為 Joe Chan 係邊個 ？Joe Chan 係陳任，陳任係邊個咧？陳任係當年寶麗金唱片公司嘅老闆，之前就係蘇老師嘅 band 友原來。再之後，佢係港台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唱片腳師，三個不陳任。再之後係新城電台嘅台長。原來蘇老師喺 TVB 表演 ，Sam Hui 同佢同台。原來當時嘅 Losers 即係溫拿嘅前身，係佢唱4個鐘頭表演，中間廁所攝場去表演嘅一個樂隊，就叫做 Losers。所以蘇生原來喺娛樂圈係咁紅呢本書。我覺得大家要好好咁樣論，呢個唔係一個淨係歷史教授嘅自傳，係一個60年代 Mirror 嘅自傳。不過即係講笑咁樣講，不過去到有天無法，其實當時好困難嘅。
但係我覺得佢喺本書入邊你可以見到頭3個 chapters， 佢對於生命保持嘅彈性同埋韌性，因為冇辦法，所以佢以音樂養歷史，咁最後亦都係翻返去歷史嘅身邊，咁啊去咗澳洲，咁但係你去到澳洲都見到佢依然係點樣去覺得以無法勝有法嘅，冇人敢未畢業就娶老婆係嘛？冇人敢未畢業就將個老婆由日本帶澳洲。蘇老師都冇教我時候，可能已經結咗婚，佢唔方便，就係、是、原來去做 research 可以同其他朋友嘅 RA 出嚟啊傾下偈，做咗女朋友，咁啊娶埋老婆。當然呢個係好勇敢，亦都係一個唔係太有一個當時規範底下嘅章法嘅行為，但係一個非常成功嘅行為。但係背後其實個天係好穩定，佢知道自己要做乜嘢。佢透過對生命嘅韌性同埋彈性，喺唔同嘅時候作出唔同嘅決定，好似張老師咁講，去達到佢嘅目的。所以你睇頭3個 chapter， 其實你就知道後邊點解會咁發生。我亦都知道重新認識 Billy 仔之後，我認識嘅蘇教授點解會有一個課程係可以一個碩士嘅歷史系課程係可以容許收一啲唔係歷史系嘅本科生，例如我。呢個係破天荒嘅。點解做老師之前，佢認為做行政可以幫佢做老師？我相信亦都係破天荒嘅。點解做宋史會做到民國史，由商業史會做到法律史，由未有 AI， 大家僅識 Google Map 嘅時候，佢已經教大家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去做研究。我相信呢個係佢由做 Billy 仔嘅時候。佢睇生命嘅彈性同埋韌性去令到呢件事可以發生。所以即係我都好希望睇本書嘅唔單止係喜歡歷史嘅朋友，亦都係一啲即係睇下點樣去面對咁多挑戰嘅環境底下，去學習呢一種韌性同彈性，去欣賞生活，欣賞身邊嘅人，欣賞自己。我分享咁多，多謝。我哋跟住進入呢個討論環節，咁啊有請3位嘉賓同蘇老師上台，咁啊彼此陣間討論。放心，大家之後仲有至少我哋而家時間仲有好多20分鐘去請教蘇老師點樣成為娛樂明星，唔係歷史學家嘅過程。即係我相信而家陣間會有啲問題，即係大家有啲咩嘅話，我哋可以嗰個環節再討論。我哋先請蘇老師同3位嘉賓。我哋就輪住用啦，支咪就輪住用啦。咁阿哥你仲有支咪？唔係咁啊，開始一陣間大家先嚟考出。咁咧就點解會我講先嘅？好似佢哋個安排好似都話我要先講下先。咁我講幾句啦，我好驚嘅，我一講咗20分鐘。咁最簡單講啦，即係我都話，即係有佢哋3位喺度，有大家喺度咯，非常之感動。咁咧就係翻正感動，我好激動啊！咁所以咧我係極之危險啊，會講20分鐘，可能講2個鐘頭嘅。咁所以或者我好簡單回應一下剛才講啦，真係我真係好又係好感動。我唔知除咗感動仲有啲咩可以講，仲有啲咩可以形容啊？咁我跳下咁樣，或者我流晒眼淚啊咁之類。但係即係話即係佢哋講嘅嘢咧，都可以講話我希望帶咗我係只要能夠有一位讀者咧係有3種嘅反應，佢就其中一種咧，咁我都心滿意足。我聽完佢哋講咧，我有3個心滿意足，即係已經翻咗3番。咁即係話咧係都係真係我想帶出嚟嘅信息咯。
始終唔係我自己做過啲咩嘢，亦都唔係嗰啲點樣講啊？即係話嗰啲學術上嘅嘢、教育上嘅嘢都有，即係要睇到，其實都講到。咁另外咧就係、雖然我喺度喺大學，我冇喺出邊即係正式喺出邊嘅商界啊，或者係呢一個即係牟利非牟利，我冇即係出邊做嘢，一路都喺大學。咁但係咧就我都好幸運咧，喺個大學入邊咧係有機會參加多嘅行政啊、管理嗰啲。咁當然咧就係、後來我又去研究行政啊、管理嗰啲嘢嘅歷史，咁變咗咧，我就會有個機會咧係可以睇到雖然管嘅嘢係唔同，但係其實咧，我相信冇乜分別，即係同你管個政府同你管盤生意。其實冇乜分別，基本上都係一樣。主要原因係咩咧？你面對都係人啊嘛，你嘅同事係人，你個 client 啊，你嘅對象，你要管嘅都係人啦。我同學又係人，教師又係人，自己都係人。首先最重要係要承認咗呢樣嘢，我自己係人先至係管理員啦，先至係咩副校長、咩教授，你先係人先啦。如果唔係你話我係教授，不過我係第二先係人咧，咁就弊啦。咁所以我相信呢個係。聽到你哋之後咧，我最大嘅反應就係我感到非常之高興。咁啊得啦。不如我問問題先啦，我係一個中意問問題嘅人。咁睇完蘇教授嘅書咧，其實我見到你咧喺書度咧有即係分唔同嘅階段咧，都講你自己面對嘅。譬如喺讀書嘅時候，喺俾學校踢咗出嚟喎，或者要轉校，成績唔好，咁你係要做個抉擇，跟住點咧？或者去留學，你想去呢間大學，點知嗰間大學收咗你去定唔去？咁甚至喺後尾工作上啦，都係你本來係做研究，但係又有個研究工作做定唔做咧？做完行政又要轉去研究，咁係咪放棄之前嗰啲咧？即係其實我諗每個人嘅人生咧，總會有各種各樣嘅，即係嗰啲選擇同埋挑戰。但係當我哋唔知道未來會點樣發生嘅時候咧，就會好困惑。我應該係做 A 呢個決定啦，定 B 呢個決定啦？點樣決定？而好多時做呢個決定嘅嗰個瞬間咧，其實我哋唔把握好多資料。咁你喺人生你講述咁多唔同嘅階段咧，你係有即係當時係嗰個心情或者嗰個原則係點樣令自己去做出你每一個嘅決定咧？即係我哋有張女士喺度咧，我知道都係廢話，真係你問啲問題咧，真係太精彩啦！即係其實你應該答埋㗎啦。我最簡單講啦，我哋成日都面對啲好艱難。個艱難嘅決定咧就係、嗱，我唔好講挑戰喎，因為挑戰係嗰個問題啦。即係我哋遇到好多挑戰嘅，係嘛？啲挑戰唔係你特登去撞下嘅。但係即係話假定你有兩個選擇，係兩個選擇嘅時候，咁有啲時候兩個選擇係好清楚嘅，你只有會做呢個選擇啦，唔做嗰個選擇。咁你就呢個問題係唔存在。個問題存在，你都話個問題咧，就係兩個選擇其實都各有好壞喎。咁你又唔係可以全部掌握，我哋成日都話理智嘅決定，咁理智都好多，你資訊都冇啊。咁你以前都冇，而家其實都冇㗎。如果你面對一啲咁嘅兩難嘅決定咧，坦白講，你所謂 AI 幫你都冇用嘅，而家係嘛？即係冇用。咁所以變咗其實去到尾係你自己做決定，唔好 AI 同你做決定，係嘛？咁如果咁嘅情況點咧？我覺得呢個反而係其實我當年話所有讀者都可能適用嘅。係嘛？你乜嘢決定都可能都講咗呢個嘅。咁我自己嘅經驗係咩咧？就係、是、好簡單一句説話。我以前咧成日都諗，我要知道，要知得越多就越好。去到尾咧，我發覺原來有幾多唔知，其實自己都唔知喎。咁所以你要知道幾時，要知道幾多嘢，你先至做到個所謂informed decision。其實嗰個係假象嚟嘅，即係你知道一啲，你唔可以乜都唔知，即係咁啊摸下去做唔得。但係你究竟要知道幾多先至叫做夠咧？夠嗰樣嘢咧就冇可能係，即係嗰樣嘢係咪我自己欺人嘅？我知道夠，你要做
得咁多啦，冇得諗㗎啦。咁所以第一件事係咁樣，呢個就inform個問題，知道幾多點夠。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咁樣咁咪好大風險，咁好大風險。其實我哋最驚就唔係驚我哋自己唔知道有啲咩嘢，就做咗個決定。我哋最驚就係風險大。如果我哋做咗個決定嘅時候咧，我唔知道多啲嘢咧，我風險就好大。咁其實相對講，你就覺得，我知多啲啦，個風險就細啲。其實唔係嘅，呢樣嘢又唔係咁樣嘅。你以為你知道多咗，你風險就會多咗咩？唔係㗎，其實可能你風險都係一樣嘅，冇乜分別㗎。其實，咁我想講就係嗰個就係去到尾係一個風險問題。我哋成日面對嘅做決定嘅時候就面對個風險。個風險咧，你可以盡量去減少啦。其實呢啲風險，你其實你自己去計算嘅都唔係計得，即係其實有少少都唔係可以真係咁科學嘅。即係你信啊，去到尾係你信你自己，覺得自己風險好細，覺得自己風險好大嘅感覺，多過一個實際嘅現實裏頭呢張紙啊，你唔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去到尾咧，就簡單講一句咧，就係話，去到尾你遇到呢種情況咧，你係靠乜嘢咧？勇氣咯，即係拍心口啊！勇氣，靠勇氣去做決定。係嘛？靠勇氣去做決定㗎嘛！你唔係你只要乜嘢都做晒咧，你唔使勇氣㗎嘛。所以我覺得講埋係最主要。我差真係我差，我大佬要開始打中兵牌。我見到少夫未打眼先，我即刻 cut 你，即刻 cut 你。我唔敢睇多你。咁我為咗唔想我講，所以我問問題，好似阿張女士嘅幫我最好啦。我問3個問題，應該你答晒，我唔使講啦。咁啊，我唔好講啲咁 serious 嘅人生啦，即係唔好似勵志講座咁樣啦。我哋講翻歷史，我想問，其實我冇問過蘇生係咁多年，你覺得作為一個歷史老師最難教係咩學生？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你最中意咩學生？第三個問題，唔好話張曉儀啊。第三個問題，佢例外。第三個問題，你覺得教歷史教乜嘢係最難教？喺歷史嘅 teaching 入面，3問題。每個問題3分鐘我問。可能每個問題我要諗3個鐘頭先得。第一個最難教嘅學生。最難教嘅學生就係嗰個唔係學生，即係嗰個學生唔係諗住學嘢啊嘛。咁佢唔諗住學嘢，你點教佢？所以我覺得最難教就係嗰個唔係學生嚟嘅。咁佢唔係，其實冇嘢，你講得你先係人先係學生啊嘛。咁佢一定係人啦，係嘛？不過佢唔係學生，即係話你同佢個關係就唔係，佢唔係想學嘢嘅。咁你就點教都冇教。第二個係第二個問題，最中意咩學生？我最中意就係。係人，佢唔係答咗啦已經，答咗啦。咁然後第3個咧就係咩歷史最難教？即係你教歷史入邊，你教乜嘢嘢係最難教？係概念又好，教乜嘢題材又好，你覺得最難教到學生嘅係乜嘢？最難教到就係咩係歷史？最難教到係乜嘢係歷史？乜嘢係歷史？教歷史，咩係歷史嗰個係最難教嘅。喂，咁你講落去又3個鐘頭。可唔可以 elaborate 少少？可能啲觀眾未必明。點為之乜嘢？點為之乜嘢係歷史咧？我係啱開咗頭。點解教乜嘢係歷史難教咧？最簡單講嘅就我自己都唔知係咩。歷史係乜嘢？我自己都唔知。我越做研究，越教歷史，就越唔知道歷史係乜嘢。咁使唔使再介紹？隨你啊，隨你。再介紹。即係教你做個類似蛋糕咧，就冇乜食處。咁你做出嚟嗰個就類似蛋糕。咁但係咧，你做完出嚟之後咧，就發覺咧，咩叫類似蛋糕啊？咁原來可能好唔同喎，同埋呢個諗法唔同喎。咁你做個類似蛋糕出嚟，我做個類似蛋糕出嚟，大家個類似蛋糕係唔同嘅。咁你點搞呢個類似蛋糕？就第一件事要諗啊，係嘛？你而家目標就要做個類似蛋糕，即係目標就係要研究歷史。教歷史咁，你第一次歷史係乜嘢嚟嘅？你嗰樣嘢搞唔清楚，或者冇一個模式啦。咁
緊咩啫，我唔知老師教緊乜嘢。咁所以我其實咧，我後來越嚟越點樣講啊，即係有啲詞嘅人講啦，你做乜嘢㗎？咁我都有啲詞話，我係咪做歷史嘅學？咁我通常話咧，我就係participant，即係我係學歷史訓練嘅。我而家搞乜嘢我都唔敢講，因為咧，我講出嚟，我自己對歷史嘅講法咧，可能咧有好多人咧就講呢啲都係歷史嘅，好似你講啊呢啲都係講啲即係以前嗰啲嘢咁啊，你話咩教總呢啲唔係好教嘅，即係我講出嚟嘅時候，係咪個人都會同意咧？我肯定唔會，可能唔會。咁我哋話要做學術咧，第一件事就係要創新啊！咁創新到咩叫歷史要創新㗎？話唔創新咁你都咁就唔係創新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會發覺咧係將來交就係咩歷史？有嘅，福生。我順勢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咁啊，面對住而家嘅挑戰啦嚇。咁頭先吳教授都講過咧，即係當好多人做好即係初階段嘅時候咧，蘇生你已經用緊 GIS。咁而家面對住一個好嚴峻嘅挑戰或者機會咧，就係 AI 咁樣。咁蘇生可以同我哋即係俾啲勸勉或者俾啲提示我哋點樣喺呢個 AI 時代繼續做嘅思考咧？兩樣嘢，第一個就係、你做研究咧有對象，一會睇你啲嘢咯。第二咧就係嗰啲咩人都會睇你啲嘢，即係學者又會睇，唔係學者都會睇。第二咧就係、你要教書要做教育學生啦，咁你要面對學生。出邊嘅人咧，學者我唔敢講嘅啫，學者其實應該係嘅，適用於學者啦，但唔係學者咧一定都適用，學生一定都適用啊！你唔可以將 AI 呢件事咧抽離咗你同佢嘅關係，你同佢嘅關係冇辦法冇，因為佢長大都係睇住呢樣嘢㗎啦。而家好快啲人就已經一代已經全部都係睇緊呢，咁我哋唔可以離開佢咯。睇件事，我哋離唔開佢，我哋中意佢唔中意佢，我離唔開。佢對我哋有用冇用，我哋自己決定，由我哋去決定，係嘛？即係我哋要決定佢有用冇用。咁我哋咧點樣用到佢？但係你唔可以離開佢嘅話，你點都冇辦法用到。咁點樣用咧？我自己都唔知啊！我而家喺度試緊，我發覺佢成日錯，叫佢幫我睇下嘢喎。喂，佢成日錯嘅咁樣，咁當然你哋第一個反應話：喂，佢成日錯啦，所以唔好用嘅。咁你就弊啦，咁你就會下邊有啲後悔。但係你總之佢不斷錯，你就不斷用。但係你要知道點用。我哋仲有其實唔少時間。1分鐘啦。我哋已經提早，而家仲有7分鐘。今日講得特別精簡。咁我哋喺進入呢個大家現場，我諗有好多問題想同蘇生或者3位嘉賓老師請教。喺提早進入之前咧，作為一個歷史嘅老師，我都可能請問蘇生一個問題，因為跟住福生嘅問法，可能相對個問題有少少同 AI 相關，但係就可能蘇生自己啲經驗咧更加自身關大啲嘅。就我哋而家有好多同學在座都有好多歷史嘅同學，都面臨一個焦慮嘅問題，資訊嘅爆炸，同埋喺學習過程之中，其實唔係好揾得到自己究竟想做咩方面。其實頭先吳老師、吳教授講、吳師兄講話呢個有法無天嘅問題，蘇生有一個天喺度，天不變，道義不變，即係有一個你知道該有一個即係知道走嘅路徑，個路徑一條嘅，唔理係宋史啊、民國史啊或者法制史一路落嚟，咁轉換自如。我哋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後輩好蘇生嚟講，你有咩嘢意見可以俾？即係可唔可以請蘇老師俾意見俾而家嘅下一代嘅同學？即係點樣揾到自己嗰片天？用師兄嘅比喻，我覺得呢樣嘢可能幫助在有啲同學先問咗呢個問題。真係，我都知道今晚都係唔容易啦。個問題都起碼要3個鐘頭以上嘅預備，你啲問題可能係講3日嘅預備，備3日課都答唔到嘅嘢。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眼住落嚟都要講下啦。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啦，即係呢啲係我嘅經驗。
點樣揾到自己條路？點樣揾到自己嘅興趣嘅題目咁樣嘅？我經歷過好多階段，咁但係唔好講咁多雜嘢，就好簡單講就係話，最初係模糊咧，可能有諗法，我想讀歷史做乜嘢咧？嗰陣時都遠遠都未入大學啦，所以變咗都唔係話諗住去第日要去做教授咁，即係唔係嗰啲係太遙遠嘅事啦。即係諗下就話係咪可以即係幫到下人咧？都幫自己啦，我揾工咁啊，就要揾食。揾食之外，就幫下人咧，就係咁嘅出發點嘅啫。咁嘅出發點之後咧，咁嘅興趣咧就喺唔同場合等下就會出。咁嗰啲興趣出咗嚟之後咧，有好多興趣咧就冇繼續發展。但係會繼續發展嘅嘢咧，就係我會覺得就住我嘅點樣講，就住我嘅能力，我嘅能力咁每個人一樣啦。你一定有長有短㗎嘛。你有啲強項，有啲短項一定嘛。咁我梗係就住我強項啦。我成日就住我短項去玩，我死緊㗎。咁所以變咗即係話你喺咩場合你又玩呢個強項，你個強項玩得出嚟又有啲成績，你又有啲自信心，就覺得自己我都可以玩下喎。咁咧慢慢咧有信心，就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啲嘢，做到啲嘢嘅出發點就希望第一件事就係幫自己，幫佢自己先，揾到食乜都唔講啦。咁要揾到食嘅，第二件事就要揾到食之外，做多啲嘢。咁做多啲有乜好處啊？咁咪以為好似好清高咁啊，係嘛？威人㗎，唔係為自己，其實都係為自己出發啦，係嘛？最初都係為自己㗎嘛。咁你到後尾咧，當然我而家諗法就唔係嘅，為人就為己，為己就係為人，就分唔開嘅。咁不過呢個係講，咁但係我想講咧就話，我開始一路都係咁樣。嗰啲研究嘅興趣，揾題目咁即係揾研究興趣咯。個興趣點嚟嘅？咁其實最初可能係直覺啦，可能係碰到啦，有人問你個問題。我以前我研究泉州研究20年啦，就係上堂啦，學生問我就照書答完之後咧就發覺自己都過唔到，即係自己都覺得咁渣㗎，答案咁渣㗎，咁我將書搬出嚟就發覺唔得嘅，可以咁樣㗎，係嘛？咁啊搞咗20年，一個題目就上堂上全科問嗰個問題就答咗，就搞咗20年。咁嗰個問題就點解最初得到咪好細啦，好細嘅問題有咩咁？咁你整下就發覺唔係，點解咧？就嗰個嘅熱心嘅熱情，我諗就主要就係個熱情。乜嘢都講緊，你要做咩題目，你好有能力去做，不過冇熱情都冇用。有熱情嘅話咧，你啲能力就會嚟，你知識就會嚟，你啲興趣就會增加，你自信心就會增加。然後慢慢咧，就啲人咧睇你咧就好似人有啲嘢做。咁所以我覺得去到尾都係講熱情。蘇生，我頭先攞啲新嘢出嚟，史料啊！呢本我送俾你嘅，蘇生。哎呀，好，哇！係新亞書院歷史學系刊，呢個我都冇講過。1975年1月。呢個咧，其實我唔知點解我有啲即係收集舊書嘅習慣。有一年我揾到呢本嘢，入邊有蘇生，跟住我諗係應該等蘇生退休嘅時候，我送俾蘇生。但係咧，佢退休嘅時候唔記得咗送。咁所以今日送咗一樣。咁就同啲蘇生講嘅興趣咁。如果想睇下Billy 仔讀2年班、大學2年班嘅時候咧嘅興趣咧，其實你會見到蘇生頭先講嘅嘢。蘇基朗2年級。讀在東園孟子字義蘇正辨識三則，我淨係讀啲音出嚟睇，我唔知點解嘅。但係我哋知嘅，蘇生應該知。但係我見到有3個 section， 一個 section 叫天道，一個 section 叫人道，第3個 section 叫做權道。咁其實你可以見到蘇生嘅熱情嘅興趣，你再聯繫到佢今日做嘅或者當初做嘅商業史啦、商業權利啦、制度啦、法律權利啦，到天道啦、有法無天啦等等，其實原來 Billy 仔2年班嘅熱情去到今日，咁呢個送俾蘇生。
三位嘉賓同蘇老師非常有趣同埋豐盛嘅一個問答。咁而家就我哋開放時間，在座各位係。都係蘇家學生，咁咧就我第一個問題想問咧，呢本書冇題，我想問下孫國道先生啦、嚴家旺先生同埋黃金寶先生呢三位對你嘅自學有啲咩影響？第二條問題咧，因為我曾經去過你喺教職員宿舍嗰度，因為我知你有宗教信仰，咁宗教信仰同你研究歷史咧有冇一個直接影響？OK， 第一個問題咧就其實咧我書裏頭咧都有啲提到，即係我冇即係黃金寶先生嘅嘢，我嗰度講得比較多啲啊。咁咧就生嘅嘢咧，我嗰度講得少啲，但都唔係好多人提嘅。咁喺講俾咗黃先生嗰度。咁咧就孫生嗰個咧就啱啱呢本嘢出嚟咧，我覺得嗰陣時係新亞，我係做學會啊，新亞學會咧，即係歷史系會，咁話要出本咁嘅嘢，就冇人肯監揾啦，梗係係咪？咁我咧就嗰陣時係唔知做副主席點解話主席咁嘅之類啦，總之就俾人逼咗啦，就係咁啊，喂唔夠嗰啲咁薄嘅咁咧就將我自己咧就呃咗兩篇文入嚟，咁咧啱講呢個孟子自所證嗰個就係嚴番方嘅經史啦寫嘅。咁就係其實咧，我本科生嘅時候咧，影響我最大嘅咧就係余英時先生，後來先至係嚴家旺先生。咁我當然另外仲有就係全國性嘅，即係呢幾個係我嘅影響我大嘅嗰啲老師咧都喺度講。咁嗱呢度裏頭咧，點解我咁講咧？就話一提到就孫國道先生，孫國道先生咧就我就上過佢即係4年大學咧，我上過一科，就係上佢中國通史。咁中國通史裏頭咧，我嘅覺得自己最開心嘅嘢咧，就係基本上就唔多上堂，基本上唔上堂。咁但係我係攞 A 嘅，咁我諗住唔上堂都係攞 A 嘅。咁但係嗰個唔上堂咧，我嗰啲時間攞嚟做乜嘢咧？咁我都冇辜負啊孫生冇記過啊，冇咩啊，即係佢都俾我好高分。我冇辜負佢啊！所有嗰啲時間啊，再加碼嘅咧，我都係喺讀書。咁我喺圖書館做咩咧？我做咗個一手研究。咁嗰陣時咧就唔知咩叫一手研究啦，中學上嚟仲係睇緊嗰啲副學程嗰類嘢啫嘛。咁啊唔知咩叫一手研究，咁啊啲師兄就教下路啦。你咁咪搞下唐史咯，咁我咪咁唐史有咩啊？咁睇下舊唐書、新唐書啊，咩都咁，反正係就話有啲咩做啊，咁啊睇下。咁我真係喺嗰度睇，咁喺個圖書館搞咗2-3個禮拜咧，就寫咗篇文出嚟1萬字。就喺呢度裏頭又有篇文，另外一篇文，嗰篇就係我1年班中國通史就寫咗1萬字嘅一篇報告。嗰個報告係咩？講1000零字嘅咋，讀書報告嚟啫嘛，唔係論文。我自己寫嗰論文出嚟，咁啊自己要求嘅。咁點解咧？就係喺嗰度做咗一個嗰個題目咧，就當日咧就係啲人都覺得冇乜理由寫呢咁嘅題目。咁啊，唐太宗徵遼啊，遼東嘅遼，徵遼嘅動機同埋佢失敗原因嘅探討。咁啊，當年咧就興呢咁嘅題目嘅，咁即係興呢咁嘅形式嘅題目。但係個內容點解要研究到咁嘅嘢咧？就冇。我唔想再講，我就講得太耐。但係咧，即係話好簡單講咧，就係話孫生俾我最大嘅影響咧，就係佢好開放，即係佢可以咧係欣賞啲佢未必同意嘅嘢，咁佢都會俾到我高分喎。咁我後來再上佢堂咧，就去到研究院嘅時候，咁啊我上佢一個全堂講師，咁我喺嗰度咧就寫咗一篇文咧，就叫《古代嘅書物卷》。咁嗰個後來係發表咗啊，或者咩書類之類。呢啲基本上都唔係佢講嘅，亦都唔係佢有興趣嘅。但係佢嘅對我嘅
所以我就可以喺佢度學到呢樣嘢，就好緊要。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每個師長咧，你要學都可以好多嘢學嘅。啊，你最緊要就係你嘅興趣，你知道你自己想要。第二個問題啊，宗教信仰佢哋認為宗教信仰啊，有冇同歷史應用歷史應用係咪？即係應用宗教學。嗱，我就信佛教㗎嚇，我講到清楚嘅，我好舒良啊，我信佛教嘅。我就唔係就咁信，即係我係付諸實行嘅。咁即係信佛教點會入世㗎嘛？入世咪即係你嗰度做緊㗎啦 ，practice 係嘛？咁其實好多人有唔同嘅宗教。有啲人咧就係、譬如我自己以前啦，30年啦，我去教堂都係嘅，我啲係教堂信徒啊，即係去教堂嗰刻咧就係好神聖嘅，嗰啲出咗個教堂就唔係諗緊嗰樣嘢，所以變咗咧即係有啲宗教咧對啲人嚟講就係一個信仰啦，只不過喺某啲場合先有信仰或者口講，但係你要 practice 成先得喎，即係咪？即係要 practice 成嗰樣嘢嗱，我唔係想話你唔係 practice， 你係信一樣嘢，你 practice 啊咁。咁係咪唔好啊？我唔覺得嗰個係唔好喎。呢個係你嘅選擇嚟。你嘅選擇就係我信，不過我唔做。冇問題㗎，呢個係你嘅選擇。不過你信而唔做，嗰個宗教無論咩宗教，佢對你就冇影響。嚇，都影響唔到你㗎。你做艱難嘅決定啊，做嗰啲咁嘅嘢，個宗教會唔會有啲力量俾到你啊？冇啦，你信你自己仲唔做。咁所以嗰樣嘢得個講字。嗱，你想唔係真個講字，宗教個力量好大嘅，尤其是去到面對剛才講嘅嘢，好多 unknown 啊 risk management， 我最初以為 risk management 你真係 manage 啊嘛，啲 scientific 我以前聽過叫 scientific， 嗰啲咩scientific， 嗰叫咩 scientific risk management， 即係我以為 risk 係真係可以好 scientific 嘅，其實唔係，即係 risk 咧 scientific 咧就分咗啲咁解，你計起上嚟咧 probability 嚟啫嘛 ，probability 就唔係講你喺呢個裏頭嗰陣時咧，就唔係俾人研究個 probability， 係你自己事真係發生喺你身上，100萬分之一就係發生喺你身上，發生喺你身上嗰陣時係咩人？100萬分之一，唔係啊，100%㗎啦，發喺你身上都係100%。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覺得宗教信仰有啲嘢咧，就係加咗喺我哋對。我哋如果係讀 science 啊，或者係好多 scientific 啊，好多管理，好多我哋而家好多即係各方面知識啦，社會科學啊，各方面嘅知識，嗰啲知識係幫到我哋做決定，幫到我哋了解個世界發生咩嘢，咁都有。但係除此之外咧，有啲嘢咧，宗教俾到你嘅係超過嗰啲嘢。而最重要咧就係宗教俾你嘅嘢咧係可以想，即係當你真係信嘅話。嗰個宗教會幫你解釋而家發生緊咩事。當你所有嘅知識，你有嘅社會科學知識、科學知識，唔能夠解釋你而家發生嘅事係咩事，發生喺你身上，發生喺你周圍，社會、世界發生好多事喎，解釋唔到，我哋嘅知識解釋唔到。咁你要咩？咁你問下你個宗教信仰可唔可以幫你解釋到咧？如果解釋到冇咧，解釋唔到，咁你就繼續想辦法啦，即係。佢會想辦法啊！咁對我嚟講咧，我嘅宗教信仰對我嚟講嘅最大重要係咩？解釋到我發生咩事喎，就俾到我向前行嘅力量，唔係俾我具體發生。而家唔係個宗教話啦，嗱，你而家要咁做，要咁做冇嘅，但係佢能夠幫我去了解發生緊咩事，了解向前行呢刻係最終係我自己。咁最終咧，我研究嘅係人，呢樣嘢對我睇個歷史有冇影響？話梗係有影響啦，有影響嘅。即係宗教對我好大影響嘅。如果冇影響咧，咁我就唔好話俾人聽話我 practicing Buddhism，即係自己都殘廢啦，咁即係冇影響喎，哇，好大影響。所以
可能我唔係中學大學冇分別㗎。冇咁深刻嘅，所以可能請見諒啦。咁我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我係想問一下點解會舉呢個書名咧？即係其實我哋讀歷史咧，成日會可能會俾人問點解你會讀歷史啦？咁最常見嘅一個回答可能就係以古鑑今啦，或者係以古知今啦。咁可能我哋會學習一啲面試嘅技巧啦，所以可能呢個答案咧會變到好似有少少基礎啦。咁我想問點解都會揀咗呢個作為一個題目咧書名咧？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教授點樣看待野史呢個嘢咧？野史啊？係。OK。真係個問題都要3個鐘嘅。第一個簡單講啦，好簡單講。其實本書裏頭咧有好多解釋㗎啦，對於呢個古今嘅問題咧有好多解釋。咁我覺得咧，成日如果我哋去問話，喂你點解想讀歷史啊？咁嗰個梗係歷史系嗰個人啦，係嘛？咁樣即係人哋問你點解想讀歷史，而你又想入歷史系咁講啊？咁你要嗰個讀歷史嗰個教授咧，佢有佢嘅睇法㗎嘛，係嘛？咁你睇下佢大概係點樣睇法啦。因為你目的係要想入個歷史系。如果你去揾工，咁然後咧有個譬如係出工商界嘅啦，嚟講啦，揾銀行咧，將銀行揾份工，或者去係嘛去 TVB 揾份工，嗰個人問你你讀歷史喎，點解你讀歷史啊？咁啊麻煩啦你，咁你又要諗下點樣回答啊？你要不單止你有個回答，你個回答咧，仲要令到佢原來唔信。你話咩以古鑑今嗰啲嘢？我發覺好多人唔信㗎，你都個個信啊，好少人信，好少人信。咁你即係同時你要話俾佢聽話，我就係我信呢樣嘢，第二個我信呢樣嘢係好嘢嚟㗎，正㗎。咁你說服佢，如果原來就覺得唔係，佢原來唔覺得係咁樣，咁嘅話你就要深入了解下咩叫古咩叫今，所以你唔可以將佢當係一個好似即係錄音機咁講出嚟嘅，因為人一講人就即係幾萬個道理話你唔啱嘅。你話即係妖鑑今，我可以幾萬個道理，一個3個鐘頭去講嘅，點解呢句説話唔啱？但係咧，你要講出嚟咧，好快3分鐘、10分鐘，你可以講出嚟咧就頭頭是道。佢都未諗過嗰份工係你嘅，所以有陣時唔係淨係咁表現一句説話，我哋要深入嘅咩叫古咩叫今嗰啲係。講唔完嘅嗰啲，張教授教咗我好多嘢，我嗰啲嘢其實係好點樣講？係啲好玩嘅嘢，好玩可以浮啊！即係唔係一種固定嘅，即係有好多人就唔中意讀歷史嘅，點解咧？就係有個錯覺認為歷史就係定嘅，固定，只要記咗佢。歷史從來唔係咁。你問下司馬遷背得幾多嘢？背唔到㗎。冇，你去美國、英國、日本即係嗰啲好嘅歷史嘅學校好嘅學校嘅歷史系有咩都唔好啊，背書啊，嗰啲係好渣嘅，即係唔係歷史真正應該去做。咁所以變咗我估咧，即係我就簡單回咗你就話一句説話，係好玩嘅歷史，玩到咩地方啊？點解咁好玩？創新。歷史係講創新，佢唔係講圖住舊啲嘢。呢個我想補充，蘇教授同我講，點解蘇教授以前同我傾偈傾過，不過佢唔記得。佢同我講過點樣應付去銀行見工嘅時候咧，唔好講以古鑑今。其實係啱嘅。如果你去商界見工咧，你唔好咁老土同佢講以古鑑今，因為佢實反對嘅。但係你話，如果你借錢俾一個人，你使唔使去睇佢以前嘅 credit record？佢以前唔還錢，代表以後唔還錢。都唔一定嘅，咁但係點解你又要睇咧？咁你就知道咩叫義務感。感謝蘇教授嘅回答，同埋教授好多好重要。我嗰陣時同蘇教授做訪談嗰陣時，有一個問題，其中書其實佢頭先有講妖鑑金。蘇教授，你知唔知佢講咗3粒鐘啫？妖鑑金嘅古同今3粒鐘之後，我哋都好似未講到鑑嗰個字，同埋古就。所以呢個係精簡法。而家你睇到咁啊，而家蘇老師、教授有啲好精彩嘅補充。
仲有咩？仲未講野史，野史係喎係喎，一分鐘。我哋仲有好多時間，仲有好多時間。你打中話要7分鐘已經好似差唔多7個鐘啦。好簡單嘅野史嚇，野史。以前咧就有個講法，有啲歷史叫做正史，有啲叫做野史。咁通常我哋咁樣講嘅話咧，一般就話正史咧就可靠啲嘅、可信嘅，野史咧就唔可信嘅。今日咧就冇呢個分別嘅。今日咧就乜嘢攞嚟咧都要問下佢可唔可靠。野史同正史一樣嘅，即係你都要去重新評估過佢，值唔值得信。第二，信係咩意思？有個資料喺度，嗰個資料係本身我啱啱都預備緊一啲嘢，喺港大我哋講會教一啲學術生啊，我講嗰啲就係史學方法嗰啲就講到 data 同埋 evidence。歷史係講 evidence，唔係講 data。如果你睇嗰個正史嗰本書嚟 data 嚟嘅啫嘛 ，data 變做 evidence 就兩回事嚟嘅。證據即係一本書呢本嘢可唔可以證明到我係乜嘢咧？咁啊，佢就用咗都好簡單，用咗呢個就一個例子去做，所以呢個由 data 叫做證明，因為佢只不過一片一啲紙印咗啲嘢喺度。所以我唔知有冇答到你個問題，真係。所以而家你唔使跟英教咩叫野史，因為正史好多唔可靠。尤其是好多正史可靠嘅地方，你用錯咗咧，嗰個 evidence 就冇用嘅。嗰個 evidence 可能就證明唔到呢一樣嘢。咁呢啲就係教授我哋就讀歷史其實同做律師讀法學其實係好相近嘅。基本上大家都講證據。咁講證據同埋你要說服你點樣用啲證據，你用 data 史料變咗做證據，有證據點樣支持？有一個我叫 narrative， 有個論述。呢個人咧就係殺人嘅，呢個論述嚟啊嘛。咁你要說服個法庭咯，如果個法庭就話亂噏嘅，咁就放咗佢。咁你用得唔好啊嘛？你證據用得唔好，唔係等於嗰個證據嗰個史料有問題，個史料冇問題，嗰個你用作咗啫。苏老师您好，这个我是刚入读大一的同学，所以说我的这个文化还不是很好，不用紧张，文化来，然后你用普通话来这个去回答我就好。就是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这个访谈里面说，就是关于通识教育，像是有些学校啊，它已经是摒弃这个专门只读经典了。那么在这个时代，我就是一个刚刚入读的学生，我怎么样去学通识？除了去读经典，我还应该去做些什么，然后去培养我的这个 overall ability。这个全面的这个综合能力。第2个就是您也提到了，就是当时开办这个公共史和比较史这个硕士课程，您认为是要有一个入世的史学，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史学怎么去入世？包括像今年这个刚刚的这个寒假，然后我也去走了一些田野，然后去看了一些碑文啊，去看了一些家族的宗祠，然后除了这些，我们能为入世的史学做些什么？好，谢谢。是。第一个是那个通识教育，对，那问题很复杂了，就那个里面就讲了很多关于这个通识教育的我的一些看法。我的看法不能说别人的看法，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这样看都不一定的。但是呢，就是说，反正我是有点经验。最主要一点呢，就是每一所大学，你是中文大学嘛？中国大学有中国大学的一套的通识教育。如果你去那个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你去那个剑桥大学，它就没有通识教育，主要是没有通识教育，它不需要通识教育的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通识教育是不是一定要有的呢？不一定。第二，通识教育应该怎么去教是什么东西，很多大学都不知道。第三，更重要是对你来说嘛，你个人，你是一个学生，你在那边接受教育，别人是怎么样是别人的事情，是对你来说最重要。
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一條，是你在通識教育裡面，你希望拿到什麼東西？這個出發點是你的，就是我們剛才就說，就很多事情就是你，如果你有一個出發點，你知道在通識教育裡面可以尋找一些你自己最有熱心的、熱情的東西，那就行了。那可能不是他們上課教你的，上課不是要教你這個東西，但你也可以尋找。我剛才說那個文章，我就中國通識沒有要求我寫個論文的，那我就自己寫個論文嘛。反正 A 吧，我不寫這個論文我也是拿 A 的，寫了一個也是拿 A 的，沒有說 A 加了就當然沒有 A 加這個規矩。所以，但是這個不是也不是要討老師高興了，是自己高興了，自己興趣了，這個就是我的出發點，就是我做研究的出發點。所以以後影響我就很大了，這個東西。我現在這個以前我以為就不用再談的這個事情，但是後來我發現了很多。我當然研究這個題目非常重要。遼東是什麼？當然是唐代的遼東。遼東是我們今天話中國的東北，當然是高義的。你看這個就複雜了，是不是很複雜？所以這個是一個，我當然還沒有這個意思。但後來慢慢上來，我就覺得，原來這個真的很複雜的問題。很複雜，當然就花點時間去研究一下這種東西，還是值得的。但沒有什麼一個什麼更高的一個拿回來一種成績啊什麼的，都不是那個意思。我哋應該係7:55大會交代要完成，所以應該可以再一條簡短嘅問題，盡量簡短嘅。兩位一樣係消耗時間。邊位先？蘇生你好啦，咁我係謝上偉啦，咁我都係你啊，你問啲問題都唔會好簡單喎。我唔係好簡單。因為我受你影響好深啦，因為當時你做我哋系主任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啊、經驗啊，咁可能你都未必記得啦。咁我哋嗰陣時其實都面對好多就業嘅艱難。咁啊，蘇生嗰陣時咧就話讀歷史嘅人、讀歷史系嘅人咧揾第一份工可能好難嘅。咁但係你之後嘅晉升可能會俾人好容易嘅咁樣，可能升到高級。咁但係到我都唔怕年齡透露啦嚇，10年之後嘅今日，我都好想再問蘇生就係。對於今日嘅師弟會，或者對於今日我哋仍然喺職場奮鬥嘅一班，即係都係當打之年啦。其實歷史人點樣可以行得更遠咧？好多我哋嘅學生，佢哋好中意歷史，但係唔夠膽讀歷史，係因為擔心之後嘅出路。結果佢哋會揀咗其他學系，但係其實佢哋可能心裏面好想讀歷史嘅。咁所以簡單嘅問題就係歷史人點樣走得更遠？如果我哋回應到呢個問題咧，咁我哋唔單止係幫到自己，亦都幫到周邊。呢個要生入去。即係點樣講咧？嗱，如果我而家睇翻轉頭啊，讀歷史我覺得咧，你要話我喺職場上面，即係職業上面咧揾食，我啱講，我揾食好重要啦。千祈唔好高清高到話我揾食，我唔揾食啊！點會唔揾食嘅緊要講啦？咁所以你讀嘅知識。但問題你要讀書，第一件事就係揾食，係咪？咁啊，希望將來揾食咧就係揾食，可以俾人哋食添，係嘛？即係你做老闆都俾人食啦嚇。咁咧，我覺得呢兩件事咧，我哋有好多人咧有一個喺香港係個比較普遍嘅一種嘅諗法，或者我又覺得咧，即係第啲地方不一定有，不一定冇。但係香港好似比較普遍一啲，就係覺得咧，我喺大學讀乜嘢咧，就出去要做乜嘢即係我讀工程就做工程，我讀經濟就做經濟，我讀歷史就做歷史，唔知做咩歷史，冇得你做咁你讀社會學都冇得做社會學，咁邊有社會學㗎啦？你行到個社會就社會啦，點會做社會學㗎？咁你讀哲學嗰度就根本冇哲學嗰啲去食㗎嘛？
咁其實係咪咁咧？就唔係嘅，即係又唔係，因為我哋唔係職業訓練嘅。咁你有啲人職業訓練嘅喎，嗱你大學裏頭都比較唔好講話職業訓練啦，你可以話我讀音樂咁啊係好清楚㗎嘛，你話我讀音樂，我讀藝術，咁呢啲咪好清楚啦，係咪？即係我已經唔係講嗰啲即係好 practical 嗰啲工程，但係你讀音樂究竟係喺個大學度教育對你係咩意思咧？你只係學一門手藝，或者你讀工程嘅做工程師，你讀工程師啊，定係做操作員啊？而家可能搞落嚟係做操作員嘅啫，你都要叫工程師，嗰個係操作員啫，基本上個 AI 都取代咗你啦。講創新嘅部分，咁你係咪要創新？你做得快唔過個 AI 㗎啦，快唔過個 IT 㗎，冇可能㗎。但係你有樣嘢可能個 IT 未做到啦，你有感情啊嘛，你有感情 IT 暫時仲未有咁感情嘅處理啊，都有㗎啦，開始慢慢嚟嗰個起碼。但另外有啲嘢咧就係話個 AI 做唔到嘅嘢，你要做啲嘢咧係不能俾人取代啦。咁你當你出邊咗，你話我讀歷史嘅，我將個文學嚟做，咁你就要令到文學嗰啲人覺得咧，我呢班人咧就專業咧，我個個都係讀會計係嘛，讀呢個 quantitative finance 嗰啲咁嘅嘢，但係咧最終要做決定咧，就唔係一個 accounting 嘅人做嘢，因為冇呢個 accounting 決定㗎嘛。所以話 accounting 啲嘢其實喺 accounting 你整個 balance sheet 上，我後來即係學標啫，即係跟教授學個 balance sheet 上有好多嘢就唔係 accounting 㗎喎，好多嘢係 policy 㗎喎，哇好多嘢係方向㗎喎，係價值取向嚟㗎喎，嗰啲嘢唔係 accounting 嗰套嘢可以教到你啊嘛。咁問題係如果你可以喺一班工程師或者一班會計師啊，或者一班音樂家裏頭，你可以帶出一啲嘢咧，一啲視野係歷史嘅視野，嗰啲感，所以我其實講教會時候，我講話你知古先知今啫。咁你能夠帶出呢啲視野嚟去攞嘅，咁你嘅貢獻咧就冇人取代。所以我覺得咧最緊要就係你有咩貢獻，就唔好話我有咩工去揾，而係你可以貢獻咩嘅。所以先諗，如果你一開始讀書嘅時候諗就係我有咩貢獻，咁你可能後來你嘅貢獻就大啲喎，係嘛？咁你一開始諗嘅時候就話我讀書就為咗揾份工，咪揾份工咯。揾份工之後，嗰份工我冇咗，嗰間公司執笠啦，行業成個都要散兵啦。咁你要，所以我有時用個價值話創造個價值就咯。呢就創造價值啦。你去到個地方，去到個單位，去到個行業，你能夠做嘅嘢，你創造出嚟嘅嘢係人哋需要，又唔可以取代，咁你咪創造出嚟咯。只要你創造咗，你有咁嘅價值創造出嚟，你唔會冇人難嘅。同埋係你真係幫人哋創造好多價值添咯，係嘛？所以呢個我覺得讀歷史咧就唔單止讀歷史咧，你讀第啲一樣。你會唔會創造嗰個價值出嚟？會唔會學習呢樣咁嘅嘢？會唔會學習呢個幫到人？有最終就幫到你自己嘅啫。你讀乜嘢都可以。我哋時間關係，呢次可能唔夠，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咁我哋今日非常感謝大家。最後蘇生講個貢獻嘅，我諗起一個小故事。我唔記得蘇生同我講嘅，邊位老師同我講？以前讀書嗰陣時，我而家都同住啲學生講，就係如果你讀歷史系，如果你想做教授，入嚟呢一溫話，通常你最後應該都係肯定都唔係好做到嘅。係啊，因為我記得張生都有講呢句説話，就係即係貢獻同埋職業問題 ，career 同你嗰個所謂 calling 天職嗰度係唔一樣嘅東西。我諗將來好多做歷史，上位都有個同學，我哋嗰陣時一齊上堂，我哋都會有好多呢啲體會。咁最後嘅最後，呢本書嘅副標題一個歷史老師嘅自白。原本我同梁維基師兄其實建議個蘇生係港大嗰陣時，我哋直資嗰陣時話應該太謙虛啦。佢呢個標題已經好謙虛，我都話至少係一個歷史教授嘅自白。但係今日大家聽到蘇生一開始點樣講，你喺一成為一個教授之前，你喺成為好多嘅標籤院長、校長之前，首先都係個真實嘅人。咁我相信今日蘇生又好，三位嘉賓又好，佢哋示範咗真實嘅學者、真實嘅人、真實嘅存在應該係點樣。我諗呢個係非常非常有益嘅得著。
最後讓我哋再一次感謝。